今年社会团体普遍受到疫情影响，善款减少真多。创设台南婚姻以及在地小农合作推出公益礼盒仔自救。25日义卖活动，议员陈秋红、立委林俊宪服务处甲知名网红巴嫂共同来协助义卖，希望会当达到7200盒这个目标。巴嫂经现场演唱歌曲，希望会当为义卖活动带来更侪注目。卖小手行透透，好情三面三意嘛是同款心袂了。大大有花大有花，你敢会晓唱？你会晓唱？大大有花大有花，高做为念，高做为念，说大大有花大有花。其实也是想要抛砖引玉啦，希望我小小力量可以帮助愈来愈多人安尼啦，所以我拄仔就直接认购哦，半斤甲1斤安尼。哦，来买了啊！上我们厝的人，上我亲朋好友啊呢，希望大家人哦也可以就是多多的去支持哦，我们在地台南麻豆的这个文旦。南地市麻豆 QQN 文旦果园，更是连续7档关注礼盒仔义卖，爱心十足。今年是第7档做公益活动，吼啊，第7档其实嘛是不简单，嘛是。那个基金会伊互咱机会啦，啊，那么呼吁迄个社会大众会当伫疫情的当中，因嘛大家拢足困难的，互我会当加做一寡迄个好代志，买油啊，会当帮助植物人安尼啦。这一次我们的义卖呢，我们的小农准备了1200盒，那目前只达到30%，希望大家能够继续的支持和帮忙这些身障团体。创设经费台南婚姻总共照顾60位事务人，护理师运用护理专业，无分利也守护。但因为疫情，捐款经费大受影响，所以特别恳请各界邻座老长文旦礼盒仔，用行动支持事务人的中年照顾。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。